舞台上邊嘅科技最明顯嘅一個就係光，一個就係聲音，緊一個光嘅語言。咁但係光喺劇場入邊係非常重要嘅，因為冇光呢就係冇劇場嘅。劇場入邊，如果我哋挑戰聲音嘅科技嘅話呢，我哋就會話聲音嘅科技係 recreate 緊一個真實嘅聲音嘅經驗呢。咁因為劇場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實驗室嚟嘅，個實驗室入邊實驗嘅係唔單止係我哋講緊劇場入邊啲內容，我就喺天花板嗰度就係放好多白色嘅 A4 紙就跌落嚟，好似落葉咁樣樣，一個個影咁越嚟越細，後邊有一個屏幕，然後屏幕入邊又有一個屏幕，屏幕入邊又有一個屏幕，咁你就一層一層就無窮無盡。佢見到鏡入邊嘅鏡入邊嘅鏡，佢見到自己同埋我哋講緊現實入邊虛擬同埋現實嘅關係。我當然希望劇場嘅發展可以影響到科技嘅發展因為喺舞台入邊係一個最好嘅實驗室嚟嘅。